大家好啊，我係 Floroma 創辦人阿 Jane， 想揾一款高雅脫俗而且持香度又高嘅花香水，快啲試下我最新調製嘅鈴蘭花濃香水妙記8FM啦！每年5月，法國人都會有個傳統儀式，會互相贈送鈴蘭花，祝福對方永遠幸福啊！而代表住純潔幸福嘅鈴蘭花，更加係英國凱特王妃阿 Kate 結婚嗰時嘅御用花束添啊！我希望透過呢支鈴蘭花濃香水，帶俾大家滿滿嘅幸福感。前調咧，我加咗淡雅嘅茉莉花同埋純正嘅鈴蘭葉香，令你散發住清新脫俗嘅氣息。中調我加入咗柔和細膩嘅鈴蘭花，好似行入咗一個鈴蘭盛開嘅花園咁啊，顯而你優雅柔美嘅一面。後調我揀咗香根草 Vetiver 同埋麝香 Musk， 俾人一種溫暖同埋沉穩嘅感覺，好似俾人攬住咁，好有安全感啊！女仔噴咗呢一支鈴蘭花香水咧，就會瞬間散發住法國優雅嘅浪漫氣息，俾人一種典雅脫俗嘅感覺。你都想散發住法式浪漫氣息，快啲入手呢一支鈴蘭花濃香水啦！